格仔鋪公然賣給可卡因糊仔啊！大家好，大家準備好未啊？準備好！我哋應該團結一齊，團結！300人尋日喺天水圍全員抗毒遊行，希望區內居民聯手對抗毒禍。當中有個仲係毒史達到20年嘅前拆家，小5開始接觸毒品，高峰期每日生意額30萬㗎，因為藏毒販毒坐過監。正常講嗰啲10幾分鐘啊、幾分鐘啊，去好多次廁所啊，跟住啲肝啊、腸啊、胃啊、周身都痛啊，已經係無助底下，已經需要去揾治療啦嚇。就係因為毒害同埋淘汰過好多青年人啊，所以而家我自己都好內疚啊，都希望可以回饋翻社會咁樣咯，係。不過有知情人就話，有商場格仔鋪明目張膽賣給可卡因嘅玻璃糊，包括元朗嘉誠廣場就有啦，識貨人一睇就知係吸毒工具啊！